主管，我说真的，今天晚上加班我替你去吧。你替我干嘛？张总又没叫你去。这毕竟是我的活，天天让你熬夜干，这……哎呦，没事的，又不是你让我去的。主管，这新来的张总摆明了就是在整你。整就整呗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熬一熬就过去了。还是我替你去吧。真不用哦，你回头被姓张那小子知道，对你对我都不好。回去吧。可是这……回去。哎，快下班了，洗把脸。我爸说让我得罪谁都行，就别得罪这小子。我怎么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？帅。哎，这都中午了，要不吃完饭再回去吧？干两把游戏。哟，这还是不累啊，还有心思在这玩手机，我非把你干死！小周回来了啊，张总，